美国媒体报道称，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连一粒美国大豆都没有进口，这是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10月的密西西比河两岸本应是大豆满仓、农户欢庆的季节，伊利诺伊州农场主道格·雷伯特却蹲在自家仓库门口，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反复画着期货行情。芝加哥期货价格跌至 9.05 美元蒲氏尔，比去年同期少了整整4美元。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一句脏话憋在嘴边，仓库里还堆着去年没卖完的 4.3 亿蒲氏尔大豆。新一季的粮食又即将收割入库，可中国买家连个询价都没有。美国农业部10月6日公布的出口检验报告措辞冰冷，自5月19日最后一批美豆离港后，中国对美豆的订单已连续147天挂零，这是1999年有网络记录以来的首次断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桑托斯港的繁忙。10月1日至7日，中国油厂一口气装走52船，合计380万吨巴西新豆，船期排到11月下旬。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 BABIO 索性将全年对华出口预测上调至8200万吨，比去年再增1成。这场博弈的导火索是4月17日的解放日关税升级，特朗普在白宫将145%的惩罚性关税拍板落地，想重演2018年大豆换谈判的老剧本。中国却未激烈回应，仅轻描淡写一句关税对等，便用实际行动将美国大豆拦在港口外。从5月起，中国买家仿佛达成默契，在未踏入美国谷物交易所的招标厅，美国农业部出口销售周报中 Unknown Destinations 未知目的地一栏订单量骤增，业内人都清楚，这些匿名订单最终全改道流向了南美。阿根廷更抓住机会，9月30日临时取消大豆出口税，48小时内130万吨比美豆便宜7美元吨的大豆合同就盖上了中国公司的印章。有芝加哥交易员无奈吐槽，我们这边开盘锣刚响，对面巴西桑托斯港的汽笛声就更大，直接把美豆价格压到成本线以下。真正让美国豆农脊背发凉的是中国早已用3年铺好了备胎。海关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中国累计与巴西签订 1.1 亿吨大豆长期协议，同时将国内大豆储备补至4500万吨，够全国油厂满负荷生产18个月，再加上国内2100万吨新季产量，相当于提前切割掉原本美国大豆占据的一半市场份额。更关键的是，中国将进口审批升级为配额加速员双保险，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的大豆能一键扫码入关，美国大豆却要额外面对 34% 的综合税率门槛。一句话，中国不是不需要大豆，是不再需要美国的大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10月5日的仓位报告显示，基金对美豆的净空持仓创5年新高。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中心测算，若对华零采购持续到明年2月，美豆库存将突破9亿蒲氏尔，仅仓储费用就会吞噬中西部农场主1年的利润。华盛顿紧急救火。10月2日，白宫发言人声称总统计划用关税收入补贴农民，但美国农业部向国会申请的300亿美元补贴因政府停摆寸步难行。更尴尬的是，欧盟、日本、墨西哥全年购买的美国大豆总量仅1400万吨，不到中国过去半年在南美采购量的一半，想靠别人多买几乎是天方夜谭。中国这边依旧沉默，既没喊口号，也没列报复清单，只是将11月采购船期继续向巴西、阿根廷倾斜。这意味着，即便明年美国降税，美豆想夺回市场，也得先打赢价格战加货币战。而南美码头扩建、铁路升级的资金，早已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低息贷款垫付。豆农的选票最真实。10月1日的艾奥瓦州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中西部农业县的支持率跌至 49%， 比去年少12个百分点。失去中国市场是农户头号不满理由。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公开喊话，我们需要的是订单，不是补贴。但中国依旧低调。外交部发言人9月23日仅淡淡回应，具体问题请向主管部门了解。没有声明，没有报复清单，却悄悄将全球大豆定价权转移到南美港口。
这正是让华盛顿最难受的无声反击。美国新豆上市后，现货价格比期货贴水40美分，农民只能把豆子囤在仓库甚至公路边的拖车里，盼着中国回头。但北京粮油交易中心10月7日挂牌的11月进口大豆竞价起拍价直接参考巴西到岸价，美国大豆连参标资格都没有。业内一句话很犀利，不是中国不给机会，是美国自己把关税、运河水位、政治口水全算进成本，硬把最可靠供应国做成了备胎中的备胎。至于明年，巴西农业部计划将大豆播种面积再扩 6%， 阿根廷在修第3条通往罗萨里奥港的铁路，目标都是接住中国可能扩大的美豆缺口。美国豆农只能盯着天气预报，盼一场早霜减产后抬升价格。在伊利诺伊州的广袤农田上，道格、雷伯特的困境并非个例。随着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零采购持续，整个美国中西部农业带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农场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大豆，仿佛是一座沉重的山峦，压得豆农们喘不过气来。道格每天都会来到仓库，看着那些等待出售的大豆，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他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买家，参加各种农业展会，与国内的粮食经销商和出口商洽谈，但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摇头和叹息。我们曾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市场，每年都盼着能接到他们的订单。道格无奈地说，可现在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回忆起过去几年，每当新豆收获的季节，来自中国的订单就会像雪花一样飞来。农场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忙着装货、运输，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然而，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道格的农场不仅面临着大豆滞销的问题，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向银行贷了一大笔款，购买了先进的农业设备和更多的土地。原本以为能借助中国市场的需求大赚一笔，还清债务，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没想到贸易局势的突变让他的美梦化为泡影。我现在每天都在为还贷款发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就要失去这个农场了。道格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他的遭遇只是美国众多豆农的一个缩影。在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等大豆主产区，无数豆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些豆农开始尝试转型，种植其他农作物，比如玉米、小麦等，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面临的就是种植技术和设备的调整。种植大豆和种植其他农作物在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豆农们需要重新学习种植技术，购买新的农业设备，这对于已经负债累累的豆农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其他农作物的市场也并不乐观。由于美国农业整体受到贸易冲突的影响，农产品出口普遍受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的价格也出现了下跌。一些豆农在尝试转型后发现，不仅没有解决销售问题，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我们就像被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找不到出路。一位爱荷华州的豆农无奈地说，面对豆农们的困境，美国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华盛顿方面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救火措施，试图缓解贸易冲突对农业的冲击。10月2日，白宫发言人声称，总统计划用关税收入补贴农民。这一消息原本被视为给豆农们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美国农业部向国会申请的300亿美元补贴，因政府停摆而寸步难行。政府内部的分歧和党派斗争让这一补贴计划陷入了僵局。豆农们翘首以盼的补贴迟迟无法到账，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补贴我们，可到现在连1分钱都没看到。一位明尼苏达州的豆农愤怒地说，政府的不作为让豆农们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他们开始怀疑政府是否真的有能力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贸易合作，扩大美国大豆的出口市场。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欧盟、日本、墨西哥等传统盟友，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增加对美国大豆的进口。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美国政府沉重的一击。欧盟、日本、
墨西哥全年购买的美国大豆总量仅1400万吨，不到中国过去半年在南美采购量的一半。这些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农业生产和贸易需求，无法大规模增加对美国大豆的进口。而且，由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不确定性，这些国家在与美国进行贸易合作时也变得更加谨慎。我们不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的贸易政策太不稳定了。一位欧盟的粮食进口商表示，美国政府的救火措施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让美国农业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在国内，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公开喊话，我们需要的是订单，不是补贴。他指出，补贴只是暂时的缓解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农业面临的问题。只有恢复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正常贸易关系，才能让美国农业重新走上正轨。然而，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些强硬派政客坚持认为应该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通过施压来迫使中国让步，而另一些务实派则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贸易争端，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这种内部的分歧让美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犹豫不决，错失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机会。与美国豆农的绝望和美国政府的乱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大豆贸易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定力和智慧。中国没有采取激烈的报复措施，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列报复清单，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悄然重塑了全球大豆的格局。中国早已用3年时间铺好了备胎。海关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中国累计与巴西签订 1.1 亿吨大豆长期协议，同时将国内大豆储备补至4500万吨，够全国油厂满负荷生产18个月。再加上国内2100万吨新计产量，相当于提前切割掉原本美国大豆占据的一半市场份额。更关键的是，中国将进口审批升级为配额加速员双保险，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的大豆能一键扫码入关，美国大豆却要额外面对 34% 的综合税率门槛。这一举措不仅保障了中国大豆进口的安全和质量，也让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中国不是不需要大豆，是不再需要美国的大豆。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在大豆贸易上的立场。中国通过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和严格的进口管理，降低了对美国大豆的依赖，提高了自身在大豆贸易上的主动权。在中国的影响下，全球大豆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巴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巴西桑托斯港一片繁忙景象。10月1日至7日，中国油厂一口气装走52船，合计380万吨巴西新豆。船期排到11月下旬，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 GABIO 索性将全年对华出口预测上调至8200万吨，比去年再增1成。巴西政府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大豆生产。巴西农业部计划将大豆播种面积再扩 6%， 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巴西还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修建港口、铁路等交通设施，提高大豆的运输效率。阿根廷也不甘落后，抓住机会扩大大豆出口。9月30日，阿根廷临时取消大豆出口税。48小时内，130万吨比美豆便宜7美元吨的大豆合同就盖上了中国公司的印章。阿根廷还在修第3条通往罗萨里奥港的铁路，目标也是接住中国可能扩大的美豆缺口。俄罗斯也在积极拓展与中国的大豆贸易。俄罗斯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开发力度。中国与俄罗斯在大豆贸易上的合作不断加强，俄罗斯大豆以其优质的品质和相对较低的价格，逐渐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全球大豆定价权也在悄然发生转移。过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价格一直是全球大豆市场的风向标。然而，随着中国对南美大豆进口的增加，南美港口的大豆价格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大豆市场的重要因素。中国通过与南美国家的贸易合作，
将全球大豆定价权转移到了南美港口，打破了美国在大豆定价上的垄断地位。豆农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对美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农业州一直是共和党的重要票仓，豆农们的选票对于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月1日的艾奥瓦州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中西部农业县的支持率跌至 49%， 比去年少12个百分点。失去中国市场是农户头号不满理由。豆农们对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认为政府的强硬贸易政策不仅没有为他们带来利益，反而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投票给共和党，是希望他们能为我们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可现在呢，我们失去了最大的市场，生活陷入了困境。一位艾奥瓦州的豆农说，豆农们的不满情绪逐渐蔓延到了整个农业带，对共和党的选举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也感受到了来自豆农们的压力，他公开喊话，我们需要的是订单，不是补贴。他深知，如果不能解决豆农们的销售问题，恢复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正常贸易关系，共和党在农业州的选票将会大幅流失。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些强硬派政客不愿意轻易放弃对中国的施压，他们认为通过强硬手段可以迫使中国让步，而另一些务实派则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贸易争端，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坚持强硬的贸易政策，将会进一步失去中国市场，损害豆农们的利益，影响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形势。而如果放弃强硬手段，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协商，又可能会被国内的一些强硬派政客指责为软弱。中美在大豆贸易上的博弈只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缩影，这场博弈的未来走向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大豆贸易上已经占据了主动权。中国通过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和严格的进口管理，降低了对美国大豆的依赖，提高了自身在大豆贸易上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美国则面临着大豆滞销、豆农困境、政府补贴难以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强硬的贸易政策，不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协商，那么美国农业将会继续遭受损失，豆农们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而且这种贸易冲突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领域，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更大的破坏。然而，如果美国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放弃强硬的贸易手段，与中国进行平等互利的对话和协商，那么中美贸易关系有望得到改善，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实现互利共赢。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中美贸易博弈的走向也至关重要。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将会导致全球贸易萎缩、投资减少、失业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相反，如果中美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么将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双方可以加强在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在中美大豆贸易博弈中，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对南美大豆需求的增加，让这些国家的大豆出口大幅增长，经济也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巴西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巴西拥有广阔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大豆的生长。近年来，巴西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随着中国对巴西大豆进口的增加，巴西的大豆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 ABIO 将全年对华出口预测上调至8200万吨，比去年再增1成。这不仅为巴西的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促进了巴西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农业机械制造、物流运输等。同时，巴西政府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积极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加强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阿根廷也抓住了这个机遇，临时取消大豆出口税，吸引了中国的大量订单。阿根廷还在修第3条通往罗萨里奥港的铁路，以提高大豆的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这将有助于阿根廷进一步扩大大豆出口，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这些南美国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随着大豆出口的增加，这些国家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如修建港口、铁路等，以提高大豆的运输和储存能力。否则，可能会出现运输拥堵、储存不足等问题，影响大豆的出口。其次，这些国家需要关注大豆生产的可持续性。过度的大豆种植可能会导致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因此，这些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广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此外，全球大豆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也在积极扩大大豆生产，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需要不断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场大豆贸易博弈中，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战略定力和长远布局。中国没有被美国的贸易施压所吓倒，而是通过实际行动，逐步降低了对美国大豆的依赖，保障了国家的大豆供应安全。中国提前3年铺好备胎，与巴西等国签订长期大豆供应协议，将国内大豆储备补至足够全国油厂满负荷生产18个月的水平，同时提高国内大豆产量。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在大豆贸易上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中国将进口审批升级为配额加速员双保险，保障了大豆进口的安全和质量。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国内消费者的健康，也提高了中国在大豆贸易上的话语权。此外，中国还通过与南美国家的贸易合作，将全球大豆定价权转移到了南美港口，打破了美国在大豆定价上的垄断地位。这对于中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上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国内大豆产量，但与国内需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可以加大对大豆种植的科研投入，推广先进的大豆种植技术，提高大豆的单产和质量。同时，中国还可以加强与其他大豆生产国的合作，建立更加稳定、多元的大豆供应渠道。通过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保障国家的大豆供应安全。展望未来，全球大豆产业将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首先，多元化进口格局将成为主流。随着中国等主要大豆进口国降低对美国大豆的依赖，全球大豆进口将更加多元化。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将在大豆出口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全球大豆供应将更加分散，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风险。其次，可持续农业生产将成为发展方向。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大豆生产也将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各国将采取更加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同时，可持续农业生产也将成为大豆出口的重要竞争力之一。再次，科技创新将推动大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将在大豆种植、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更加高产、优质、抗病的大豆品种；通过智能化农业设备可以提高大豆种植的效率和质量；通过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大豆运输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最后，全球大豆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各国大豆产量的增加和出口的扩大，全球大豆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各国将通过提高大豆质量、降低成本、加强市场营销等手段，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在这场中美大豆贸易博弈中，中国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和智慧的战略布局，
成功应对了美国的贸易施压，保障了国家的大豆供应安全，而美国则陷入了贸易冲突的困境，面临着大豆滞销、豆农困境、政府补贴难以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全球大豆产业将在多元化、可持续化、科技创新和激烈竞争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大豆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稀土产业方面，中国加强了对稀土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严格控制稀土开采和冶炼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采用先进的环保治理技术对废水、废气和废渣进行处理，同时推动稀土产业的绿色制造，研发和生产低能耗、低污染的稀土产品。例如，某稀土企业采用了新型的冶炼工艺，减少了稀土冶炼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生产出的稀土产品符合国际环保标准。此外，中国资源产业还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建立碳交易平台，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碳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在碳交易市场上买卖碳配额，降低碳排放成本。同时，碳交易市场也为资源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低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全球资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全球资源安全与合作的新格局。中国倡导建立全球资源安全预警机制，通过与各国分享资源市场信息、监测资源供求变化等手段，及时发现和应对资源安全风险。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定期交流资源市场动态和政策信息，共同应对资源价格波动等风险。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各国在资源应急保障方面的合作，建立了资源应急储备体系，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资源应急供应协议，在遇到资源供应中断等紧急情况时，能够相互支援，保障资源的稳定供应。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建立了应急保障机制，当一方遇到能源供应紧张时，另一方能够及时提供支持。在半导体设备制造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用于设备的故障诊断和预测性维护。通过对设备运行数据的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提前预测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并及时进行维护和保养，减少设备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例如，一些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设备进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实现了设备的智能化管理。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绿色半导体技术将成为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绿色半导体技术主要包括低功耗芯片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等方面。在低功耗芯片技术方面，随着移动设备、物联网设备等的广泛应用，对芯片的功耗要求越来越高。低功耗芯片技术可以降低设备的能耗，延长设备的续航时间，减少能源消耗。中国企业应加强对低功耗芯片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采用新的电路设计方法和工艺技术，降低芯片的功耗。例如，一些企业已经研发出了具有超低功耗的物联网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领域。在绿色制造技术方面，半导体制造过程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绿色制造技术可以减少半导体制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应加强对绿色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采用环保型的原材料和制造工艺，优化生产流程，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采用无铅焊接技术、废水回收利用技术等绿色制造技术，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中国半导体产业在稀土资源掌控和技术自研的双重驱动下，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国内产业生态的深度优化与协同发展，国际竞争格局下的战略布局，未来技术趋势的把握与突破，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实现从资源大国向科技强国的华丽蜕变。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技术瓶颈的突破、国际竞争的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等，都需要我们持续努力，不断探索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半导体产业应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加强产业协同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相信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半导体产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跨越式发展。10月15日的深圳湾新展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将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更加智能、绿色的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半导体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未来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将实现深度融合，推动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变革。在芯片设计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用于芯片设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传统的芯片设计需要大量的人工干预和经验积累，设计周期长，成本高，而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实现对芯片设计的自动优化和快速迭代，大大缩短设计周期，降低设计成本。例如，一些芯片设计企业已经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芯片布局布线设计，提高了设计效率和质量。在中期内，中国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版图，加强与其他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保障多种资源的供应安全。同时，推动钢铁等产业的升级转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加大对新兴资源市场的开发力度，如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资源，通过投资开发、技术合作等方式参与当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产业升级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高端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推动钢铁产业与上下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引领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推动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全球资源治理机制，促进各国在资源领域的合作与共赢，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全球资源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绿色资源开发理念的普及，鼓励各国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资源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共同攻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技术难题。